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饒恕咗傷害自己嘅人，但係見到佢心裏邊仍然好唔舒服呢？最近我上網睇咗一套香港電影《不赦之罪》，故事係講述黃秋生飾演嘅牧師，雖然佢知道眼前嘅年輕人係曾經強姦自己個女，甚至係間接令到自己個女自殺，為咗實踐耶穌教導嘅饒恕，佢好努力咁幫年輕人悔改、信主、接受洗禮。但係喺進行洗禮嗰一刻，個女自殺嘅畫面喺佢腦海出現，傷心加上憤怒，令到佢撳住年輕人個頭喺水裏邊，唔俾佢上嚟。饒恕唔等於忘記，人嘅腦袋唔係好似電腦咁可以將資料刪除，除咗記得事情之外，仲有情感記憶。好似約瑟，佢見翻賣佢去埃及嘅哥哥嘅時候，雖然已經饒恕，但係未確定佢哋悔改之前，唔敢同佢哋相認。當被賣嗰種嘅傷心情緒出現嘅時候，佢會流淚。雖然後來佢能夠同哥哥和好，但係感情已經唔能夠如初啦。我哋要效法耶穌，但係我哋唔係耶穌，冇可能每件事都可以好妥善咁處理。如果我係戲裏邊嘅牧師，我會將嗰位年輕人轉嫁去另外一間教會，但係我會繼續為佢祈禱，更加要為自己祈禱。因為說到底，我哋都只不過係一個蒙受耶穌赦罪之恩嘅罪人啫。